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黄金的介绍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为1月底一两大约是57000，起到即卖一两已经爱63300咯，嘛来创下着去年半以来金仔价新高点。啊，这个断点嘛出现着缩金条，有袂少人去甲断掉的金仔甲缩转来，然后摕这个金仔去卖互金仔店来赚差价。金仔店的头家讲，即阵啊来卖金仔的加出着3成半。金条、金手指、金破链买卖济少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黄金的介绍。受到疫情影响，袂少民众拢希望讲加留淡薄仔现金。黄金的介绍伫疫情开始了后，就一直起，为1月底一两57000块，一直到即马起到一两63300块的代票。当店的金仔，大家拢要缩转来。在所谓的当铺业，或是我们现在的台北市的直界处，他在典当黄金的时候，最近他们都会去赎回，那然后再来卖给我们。他会去找现金，先把东西先赎回以后，再拿来我们这里变卖。从进前长的金仔缩转来，搁卖互金仔店来赚差价。去金仔店卖金仔民众嘛，比平常时加3成半。为同志厝的平均折旧余额甲年初比较起来，降差不多1.9%，这表示民众缩转的物件变较济，同志厝借出去的钱变较少。同志厝讲，这甲金仔价关价有关系。毕竟伫疫情期间，民众依然是希望讲加留淡薄现金较好用。